偌啥吼，遐特地讲啊，特地讲庙啊，一间细间的，啊伊有一间吼，就讲这间特地讲庙啊吼，敢像遐吼，歹像要来关啊，现在安尼烧窑，私良，头拄仔讲私良，安尼烧窑伊无共讲哦，即摆就叫工人讲啊，特地讲庙的厝顶吼，有迄树叶啊，有迄树仔长吼，你去遐整理一下，结果伊遐整理哦。迄个工人吼，整理无好势吼，才去挂一个去鱼无食。咱若想讲吼，安尼可能是工人咧整理的时阵无细，所以吼，较去偏着，吼，安尼就衰啊。结果到中昼咧食饭的时阵，吼，咧休息时间，老板嘛去楼顶咧休困啊。结果迄个员工吼敲电话讲，老板，有人要找你。我想讲，透中昼，嘿吼，你嘛休困的时间过遐个拜访啊。我中昼咧休困的时间来拜访，但是嘛伊就来时阵讲，啥物人要找我？结果呢，就是一个员工，伊内底一个小姐。但是老板的吼，看到迄个小姐干事，伊就是老板就讲伊分享的，伊讲伊从细汉伊阿公吼，就是拢接触这心灵的，所以伊知影讲吼，迄个小姐无共款，所以就讲，你要找我，伊就问迄个小姐讲，你要找我？迄个小姐讲，是啊，我要找你啊。讲啥物代志？迄个问迄小姐啊，一定着亲像吼，休息时间嘛，所以毋是咧上班嘛，所有的员工大概看到因咧，拢来咧围咧看嘛，吼，看因来咧讲，你找我啥物代志？吼，那伊咱讲，迄个是员工，伊是老板啦，吼，咱来安看，啊，但是阵仔老板会知影讲，即个毋是迄个小姐对过来，就讲你找我啥物代志？伊讲，你要甲我用厝声，哪免甲我讲？哦，老板就气一个。这真诶哦，因为我甲商量，我嘛无甲这小姐讲我要换厝啊，甲特地讲换厝啊。伊就甲我问讲，啊，无我要甲你翻修是好啊，好？安尼，迄个特地讲啊，即摆讲袂特地讲啊，讲袂嘛是好，但是你要甲我翻啥，你免甲我讲。伊讲啊，我来甲你商量啊，啊，伊即摆老板来较敏感的商量，哦，啊，若迄个工人去咧用迄个树仔的时阵，无你甲创治讲，啥物你嘛讲？意思我甲你辩一下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即摆讲吼，来，请坐。吼，伊即摆毋是头家甲新但是变咧请倒去讲，来，请坐。来，那安尼我问你，我甲你吼翻修甲好，伊讲好啊。啊，但是我要请人客啊。吼，迄个特地讲我要请人客啊。讲请人客安尼吼，我用啥物贡品甲你拜啊？吼，啊，即摆这特地讲着开啊，讲好你写。猪的头啦吼，毋是迄种骨头的猪啊，猪的头一个，鸡肉啊、鰻鱼啊、啥物好，就开一堆啊。吼，安尼老板看看啊，第一项有猪头，我问你，猪头这是只猪排的头呢吼，这只猪头吼，会减吼是你要放还是我要放？迄特是讲叫问题，我讲你，即摆老讲吼，安尼我问你，猪将吼。你遮毋细命遮吼，我要甲你删除，就是无爱啦吼。迄个特地讲落看，迄阮的方向呢？吼，所以拜特地讲伊讲，迄阮的方向呢？你来甲我删除？伊讲好，啊无你特地讲你伫遮住偌久？讲我住1000年啊。吼，讲你住1000年，安尼你知影？我楼顶个创啊，我楼顶就长呢。吼，我知影。伊讲好，那呢我甲你讲，咱两个我招你起来，喺楼顶。楼顶的先生若讲吼，你开的单车会使拜就对啦吼，我就你要来拜。楼顶的先生若讲袂使，我袂来得来拜。迄特地讲啊，无，我袂当去。你看，身为到气天时的特地讲，竟然伊要甲招去楼顶的活动，伊袂当去。互海就甲伊分享，互海就正讲的时阵甲伊分享。我讲你看，咱有这人生要来求道，看偌舒适。你只要来甲是互客的门，叮咚，互客就甲你开，你就入来到活动。啊，你看特地讲已经到气天时了，伊后咧招客楼顶了呀，讲楼顶的活动，伊讲我无够格，我袂当去。结果呢，伊讲吼，互你袂当去，啊无安尼，遐我无要甲你办。啊，即摆就讲，特地讲我退一步啦，讲啊无吼，你爱买50点吼。甲我拜，吼，老板就想讲，吼，咱就退步啊，吼，迄个错的就拢无拜啊嘛，吼，就退一步，讲好啊，毋免50粒，我甲你买100粒，吼，即摆就翻修好，就选一个好哩，就真正来拜，哦，安尼迄个，伊咧泰国人吼，就是讲。
咱才互咱才着落地嘛吼。啊，咱若普通咧办桌的时阵吼，但是人数无够，但是上礼下礼照常爱看第1位、第2位、第3位、第4位、第6位。咱人数无够，但是神都咧办，伊都有看。上下里一个关圣帝阮一个副神总，伊就甲老董来讲吼，伊讲吼咧办讲总有8个，啊老董诶吼，伊知影，但是伊调工要甲讲吼，无啦，咱3个哦，阮3个经理我搁一个，安尼拜个尔还有甲8个搁有。 拢总8个神咧拜，甚至迄阵遮2个，一个大关圣帝，阮一个神总。所以你看咱咧倒有殊胜无？咱今仔日会当咧将了天伦书德，咱来开智慧有道，这是真正吼是咱讲吼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甚至是咱咧经济互咱常常强调讲，经济组得训练深，才有法度通来求道呢。 所以你看，人讲入宝山啊，毋通空手过。哦，咱问着富讲，啊，你敢若无啥，你看有殊胜无？去年一个土地公，你看伊无法度，无够加开到咱来个搭。啊，你看咱有这个，是啊，咱真有这个身躯，哪会法度通遮尔迄个？因为咱真就是会当去行功立德，会当去代天宣化。像咱吼，咱10月15，咱台湾吼，渔王宫吼，咱若住你人知影吼。 迄个就叫做啥？大天顺手嘛。渔王宫的天神吼，伊天神是大天顺手。那咱的天神是啥物？咱的天神是啥？大天宣化。宣化啥？宣化正法、正法，就是要救度兄弟姊妹，会当有即台法阵，真正会当互咱到了西方的所在，会当回乡认宝，就是即个道。 所以呢，咱是爱大天宣化。啊，咱讲好吼，站在之因嘛，天地到咱人来讲话，啊，所以咱必须爱去宣化。因为道无讲话啊，吼，啊，咱人去家宣化。咱老师讲的，三者当念吼，伊嘛捌放过，啊，但是伊捌放过安那，也要放人。就亲像互较咱迄落讲。 另咱就来分享，讲咱捌做，咱嘛是爱做，爱去吼去承担，咱嘛是爱吼去学习，做中学，学中做，慢慢仔来学习。包括互较你人担着即担，还是爱豆豆去学习。哦，无以前伊当然叫互较讲，你爱去讲就负责讲，你爱去讲互我啊，你负责自闭你去讲，但是伊即马互叫互自闭叫互较学习，互较嘛是爱来学习，哦。 做中写，学中做，慢慢的学习，吼。啊，多时间到，超过几分啊，吼，安尼，就互迄个讲到遮后盖吼，咱目前人来讲啦，爱你这是圣人吼所留的经典，无非就是要吼，互咱会当咧真正透过修，会当互咱真正达到咧人生建成的法门啦。啊，你这是足深，啊，互咱咧伊足浅，吼。 人咧伊有吼初世离现了啦，吼啊结果互遐拢讲是处理啦，啊，甲咱各位浅显吼啊互相吼融合啦，啊所以讲伫即个吼学习的过程，如果讲了过程的吼，嘛先去自低下嘴啦吼，啊若帮各位浅显的吼，会当互相吼研讨啦吼，这是互较最大盼望，啊互咱的明仔吼，就要过来大了，因为吼大了咱真正吼像今仔日吼迄个。 迄个随吼，互咱要倒来无甲讲，会敲来就讲吼，老师你有地看台无？我讲我倒来台湾，你倒台湾，但是要来，我讲哪在要来？好好啊，哪在来？我伊顶礼拜4来，但是伊先走互较无甲讲，所以伊就讲，一礼拜啊，来对啊，讲一礼拜4，因为咱咧拜4上课，所以吼，互较倒来我无甲联络，所以换卡。今仔拜4呢，你如果你到地看台湾无？我倒来台湾，就讲哦，安尼哦。 啊，所以嘛，恁呢，互较落要过来正工。啊，希望各位先生，咱若有时间吼，咱正工是咱家己的负担，嘛是爱来讨教。有时间咱来正工讨教，吼，啊，共同扶持啦。啊，最后呢，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，啊，欢喜充满，感谢慈悲。大众请起。 感谢点轮师慈悲前到玉虚宫，坤到玉虚宫，
臂弯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倒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点团师慈悲鞠躬，坤倒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点团师慈悲鞠躬，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倒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1鞠躬。持架后前人1鞠躬，上下点团师1鞠躬，坤倒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1鞠躬，持架后前人1鞠躬，上下点团师1鞠躬。好，非常好。